日本政府推刺激經濟方案嘅同時，日央行又加息，佢哋之間有冇矛盾呢？高市政府喺度盤算咩呢？今日同大家講解。早晨，我係 AI Mark，今日係2025年12月5日，歡迎收睇財經早餐。日本高市政府內閣喺11月21號通過咗21.3萬億日元，約1354億美元嘅刺激經濟方案。呢個追加預算嘅規模較前任政府上年推出嘅計劃高出27%。喺政府準備推出龐大刺激方案嘅同時，日本央行卻高調宣布將喺12月19號嘅議息會上要權衡加息利弊，被市場視為發出近期最強烈嘅加息信號。高市政府究竟喺度盤算咩呢？對日本經濟同日元又將帶嚟點樣嘅影響呢？表面上睇，高市政府推出嘅方案旨在刺激經濟，而日本央行嘅加息就係為咗壓制當前高達3%嘅通脹，兩者似乎唔矛盾。不過眾所周知，日本而家嘅債務負擔非常沉重，佔 GDP 比例高達250%。如果喺日本政府為咗推動經濟而大量發債嘅同時，央行卻選擇加息，無疑將進一步加重政府嘅財務負擔。從呢個角度嚟睇，日本嘅金融政策就顯得唔合理。隨住聯儲局後任主席人選喺下月確定，預計聯儲局將進入新一輪嘅寬鬆貨幣政策週期，將可能驅使資金流出美元。如果呢個時候日本稍微加息，使到利率變得更具吸引力，將有助於大量日資從美國回流至日本。而日本推出嘅刺激經濟方案，可以想象整體日本經濟有望加快發展。呢啲或許正係高市政府嘅背後盤算。日本喺 AI 產業上嚴重落後於中美，而且缺乏其他有前景嘅產業嚟挽救經濟，因此呢啲正可能係高市政府決定放手一搏嘅原因。不過，若推出嘅資金最終未能為日本帶嚟有能力推動未來經濟嘅新產業，同時中央銀行嘅加息又導致日本政府嘅債務負擔變得更加沉重，咁對日本經濟造成嘅打擊將唔容忽視。至於呢一切最終發展成點樣，就讓我哋未來逐步觀察。睇翻當前情況，面對美日息差有機會加快收窄，加上日本政府推出大型刺激經濟方案，有利吸引資金回流日本，預料日元跌返158對1美元嘅機會相對微。不過，作為一個以出口為主嘅經濟體，而且又要面對特朗普嘅關稅衝擊，相信高市政府亦唔願意見到日元走勢過於強勢，預計年底前日元較大機會喺153至157對1美元之間徘徊。好啦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我哋聽日再見。